娘娘，哎，别跪了，别跪了，快来坐吧。哇，娘娘，这是什么呀？好臭啊！这个啊，是我特地托人从马来运过来的榴莲。来，吃一个。不用了，谢谢娘娘。那我自己吃了啊。这次把你找过来啊，就是想跟你说，你跟杨岩的事儿，就算成了。不过这婚姻大事，除了求个两情相悦以外，还关系到很多其他问题。灵儿能找到如意郎君，都是托了姐姐的福。姐姐有何事吩咐，尽管开口便是。你呢，嫁到杨家以后，要跟杨岩好好相处。你跟杨岩越好，我跟家里就更好，懂了吗？姐姐你大可放心，灵儿明白。我与杨岩的结合，便是张家和杨家的联合。灵儿又是张家的女儿，理应处处为张家排忧解难。灵儿也会与杨家上下和睦相处。更何况，杨岩又是我喜欢的男子。哎呀妈呀！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久，第一次看到你这种又漂亮又聪明的妞啊！哎呀，我现在已经是小鹿乱撞，怦然心动了。谢娘娘夸奖。哎，灵儿啊，来，吃个榴莲。不用了，谢谢娘娘。嫌小？不是，大的给你。来来来，谢谢娘娘，我还不给呢，我现在就给你吃。来，吃一口。哎呦，吃一口，你就吃一口。谢谢娘娘，你吃了肯定爱吃。吃了。可惜你跟杨岩情投意合，却不能先谈个恋爱什么的。原本我和他是不该见面的，可是他竟然会飞檐走壁，硬是从我的房檐上飞下来了。我险些还以为是家里遭了贼，吓了我一跳。哎，他飞檐走壁这一点啊，我也是深受其害。以后我见着他，让他稍微注意点。哎，姐姐，千万别让他改了这一点。Why？ 啊？这一点才是他最可爱之处啊！在樱花树旁，一个身着黑色披风的男子，哪里有邪恶，哪里就有他的身影。这真是风一样的男子啊！原来这里的女子也喜欢蝙蝠侠呀！姐姐，蝙蝠侠是何物啊？哎呀，这个蝙蝠侠呀，蝙蝠侠就是蝙蝠侠。哦，灵儿啊，你跟他的事呢，还有最后一道关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努力的。谢姐姐。走，第一次见他下来吓一跳吧？是啊。今天你要嫁给我，皇上。你看这花瓶中，哪一朵花最漂亮？哎，这朵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花束讲究的是整体美，一枝独秀的花太抢眼，反而就不好看了。你小子是在嫌我强出头啊？哼，还好啊，我是做足了功课。怎么，找朕有事？的确有事，想求皇上成全。说吧。我家堂妹啊，与杨将军的小儿子杨岩两情相悦，难舍难分。你说这百年难遇的纯真感情，实在是难得，所以还请皇上赐婚，成全了他们。相信皇上最明白爱一个人的滋味吧。
震动。不好受吧？这个无需你操心。真是不好受啊！如今这2个小朋友算是坠入了爱河，正所谓落花有情，流水有意，千万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江春水向东流啊！朕许了。啊，这就许了？明日一早，朕就宣旨，君无戏言。那我先替杨岩那小子跟张玲玲谢皇上了。朕只是希望，你临产前的日子，不要再东跑西跑的，待在兴圣宫，好好养胎。你这是禁足的节奏啊！人的生命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，要么亡生，要么赶着去死。张庞庞，你干什么？皇上没什么，你不是要把我禁足吗？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哪儿也不想去了。谁要把我放出去，我就跟谁急。皇上，哎呀，哎，我怎么在这儿？